后来对咱的民众来讲，把这个糖当作是食物来食，可能无法度接受。也毋过，即摆伫国外有真侪国家，拢已经把这个糖摕来食，讲有真丰富的营养素。云林科技大学化材系教授郑武新投入到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真侪年了。伊讲虽然目前食糖，民众也较无法度接受，但是未来有关这个昆糖生物的永续发展，将会是一种的趋势。目前有真侪国家来研究生物的永续发展。根据统计，要生产出同款1公斤的蛋白质，饲牛、饲糖的成本都差真侪。不管是饲料、资源、空间，饲糖是更加有效率。虽然目前伫台湾食糖民众较无法度接受，不过即卖有真侪国家开始流行食糖，阁有无同的口味。那当然，在台湾的话，目前推广上。现在还是先从饲料为主啦，因为在人类使用的方面，可能台湾人的接受度目前还没那么高。不过昆虫在国外，在欧美，尤其东南亚跟欧美，他们已经是有很多种，尤其是像这种面包虫口味，它已经有很多种口味可以买得到了。一般人可能有饲过牛仔，不过真少人饲过芳糖。为着让学生自细汉熟悉糖拖的是农循环，郑武新教授嘛利用3D 影印的技术，做出芳糖的用式系统。用3D 列印的方式，让他们做出一个昆虫可以在一体化这个面包虫养殖的系统。那学生就可以在这个系统里面去从观察到幼虫，到成虫，然后甚至到孵育，到卵的孵育。除了会使省真侪饲的成本，而且阁有营养价值，而且糖嘛会使做各种的加工产品，使用的范围真宽。相信有关糖拖的永续发展，嘛会变做未来的趋势。